大家好，今日分享嘅主題係關於熱切追尋聖經真理。今日我要分享嘅靈修經文係嚟自希伯來書，係我一直用開嘅以道自建靈修 App 第2月份嘅主題。過去呢幾年科技發展得好快，好多人自己覺得要用好科學嘅角度嚟到解釋晒世界上所有嘅嘢。我相信弟兄姊妹可能都會喺信仰上面有一啲疑問，例如有諗過究竟聖經係咪真嘅呢？又例如係咪真係有造物者嘅呢？我哋點樣知道基督教就係佢想我哋相信佢嘅方式？喺面對呢啲問題嘅時候，我發覺原來上帝喺好多唔同嘅地方，例如講到靈修，係令到我更加對聖經有信心，令我更加信服嘅。咁開始嘅時候，我提到靈修裏邊有希伯來書，佢講到一啲好認真嘅教義嘅討論嘅。咁呢一次靈修我要分享嘅咧，就係第1章5至14節，講論耶穌崇高嘅地位。我當時讀到第5節有講，我要作他的父，他要作我的子，係講耶穌嘅地位比天使更加高，係上帝嘅兒子，亦都係基督教一個核心嘅教義。呢段靈修資料提到，其實呢段經文係嚟自撒母耳記下7章14節嘅。咁當時我靈修嘅時候就翻開舊約，再認真嚟到諗一諗個來龍去脈。咁就發覺原來咧呢段經文咧係拿單先知同大衛講嘅預言嚟嘅。我當時睇到撒母耳記下7章第14節下半段係講到，他若犯了罪，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，用人的鞭責罰他。喺靈修到呢個時候，其實我係有少少混亂嘅。我喺度諗緊，既然呢一個係預言耶穌嘅地位，咁點解又會講佢係犯罪嘅？唔通耶穌會犯罪？咁平時靈修嘅時候，我通常都係喺地鐵翻工嘅時候做嘅。咁因為始終喺地鐵，咁有時候就會有啲水過鴨背，諗住不明不白咁算啦咁樣。但係咧嗰一日咧，我就確實感覺到有一股力量同我講，你要去認真嚟到諗呢度。當你有啲嘢諗唔明，唔好就咁嚟到算。咁我就上網嚟到去再搜尋呢一段經文，竟然俾我第一個搜尋結果就揾到係一段外國嘅教會嘅牧者咧，佢有一啲問答嘅資料，就有一位信徒正正就係問咗我頭先嘅疑問。咁簡單嚟講咧，其實拿單先知佢嘅預言咧係有雙重嘅意義嚟嘅。咁又同時涉及耶穌，亦都同時涉及所羅門嘅。咁呢個就係我喺好多唔同嘅經歷裏邊嘅一件細微嘅事，但係就有一個好深刻嘅反思。第一就係講翻開頭，我講話現代人咧好講求個真相，佢先會相信。但係偏偏信仰就係唔係將所有真相擺我哋嘅面前嘅。我相信上帝唔係用1+1等於2呢啲好容易明嘅真理嚟到要我哋信服。上帝係對我哋有一個考驗。咁我更加就明白到，其實我哋睇聖經嘅時候，一定要好認真咁嚟到去尋找，先能夠尋見。就好似啱啱提到聖經嘅經文互相嘅關聯，就令到我覺得我一定要好謙卑，明白聖經一啲看似矛盾嘅經文，我要更加深入嚟到去查考，我先會明白當中嘅一啲智慧。第二就係上帝係用佢好獨有嘅方式嚟到觸動唔同嘅性格嘅人。有一啲我認識嘅弟兄姊妹，佢哋可以好單純咁相信，唔需要求乜嘢科學嘅證明。但係就好似有啲我比較理性型嘅基督徒咧，我就發覺原來上帝咧係需要我嚟到去更加努力嚟到去查考、靈修、反思、讀經。咁就算讀到一啲好似可能歷史學家、科學家嘅書籍，佢哋有時候會講到話，信仰都係只係迷信嚟嘅啫。但係呢個就反而令我更加認真嚟到去睇聖經，嚟到了解基督教同呢個世界嘅關係當中唔同嘅道理。當我查考嘅時候，我就覺得呢個追尋嘅過程係一生嘅，係應該就係神俾我嘅一個功課。咁我都好欣然嚟到接受，繼續嚟到努力。今日嘅分享去到呢度，希望可以帶一個正面嘅信息俾你哋。求你以真理
引導我方向，求你以真理陶造我，使我能知道判斷何美善，每步道路也不走差。求你以真愛注入我心裏，求你以真愛燃亮我，使我常感到愛是何美善，每步道路也緊靠你，讓我愛你，愛慕你真理，盼你教我得着永生愛，全是你捨身的愛，留下美善榜樣，我願全身心都歸你，願我謙卑渴慕你指引，盼你教我得着你心意，全是你永久的愛，留下信念希望，願我在心底讚美你。求你以真愛注入我心裏，求你以真愛燃亮我，使我常感到愛是何美善，每步道路也緊靠你，讓我愛你，愛慕你真理，盼你教我得着永生愛，全是你捨身的愛，留下美善榜樣，我願全身心都歸你，願我謙卑渴慕你指引，盼你教我得着你心意，全是你永久的愛，留下信念希望，願我在心底讚美你。